Hello，大家好，我是黄哥。先赞后看，好运不断。据链上的数据显示呢，穗呢这条区块链的自5月3号以来呢，链上的活跃用户呢体量跌去了90%。也就是说，在穗团队公布代币分配方案之后呢，社区的用户呢便开始流失。今天的最新的活跃数呢不到4000人，也就是说呢，号称天王级的区块链的项目呢，目前整个社区的活跃人数呢已经从最高点的几十万。跌到了目前还有4000人左右的为这个项目的生态呢贡献自己的原生的力量。不知道的这其中的有没有你啊？如果你也是这4000人的一员呢，可以在下方打出王者归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被大家期待已久的二层网络 Starknet 呢，这个可能会很快的公布它的一个代币的分配信息和空投的信息。不知道的下一个要退圈的人呢，会不会是正在观看我视频的宝子们？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员呢，到时候一定要来我的视频下方留下你的痕迹，让我来向你投来膜拜的目光。但坏消息的是呀，昨天的 Starknet 这个官方呢宣布了一件恐怖的事情，那就是他们已经开发了一套基于人脸识别和生物指纹识别的系统出来。那其实这也不算是恐怖的信息了，其实的目的呢，就是要解决现在的钱包遗留的问题。不知道我看我视频的宝子们呢，有多少人经历了去年的各种黑天鹅事件，比如说放在自己的钱包的资产被无缘无故的转走了等等的一些事情。那么这套方案呢，就是解决了这些漏洞。但是呢，如果站在用户的角度来讲呢，这可能是史上最强的防女巫系统呀！因为这样做的好处呢，是可以保证参与生态的用户呢是真实的活跃用户，所以对于多账户的朋友来说呢，这可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毕竟呢，每一次登录呢都有可能要求进行人脸或指纹的一个识别，所以成本呢可能会有所增加。所以呢，这既是好消息，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又是坏消息。但是对红哥来说，这依然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呢，不知道该如何防止女巫呢？不妨进入红哥的会员群YH2023-520，红哥的将会呢教你如何去进行防女巫，提高了空投的命中率。那另外一方面呢，BRC20呢最近火了，是真的火了呀，很多人呢都冲进去了，但是呢，不知道有多少人呢会沮丧的出来啊。至于行情呢，没有什么好讲的呀，前2期的节目当中呢红哥呢都有讲到，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去听一听，或许对你呢有所帮助。ARB 呢$1左右呢还是可以去分批的去持仓的。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还没有关注红哥的呢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